香港人精神壓力大，唔少人會去睇精神科，因此對抗抑鬱藥嘅需求越來越大。今日呢條影片就同大家介紹一下抗抑鬱藥嘅10大常見副作用。第一個副作用係作嘔作悶，呢個副作用一般會喺開始服藥嗰2-3日出現，適應咗就會無事。第二個副作用係頭痛，呢個副作用都係開始食藥嘅時候會出現。第三個副作用係失眠，某啲抗抑鬱藥例如 fluoxetine 就有呢個副作用。第四係體重增加，呢個係部分抗抑鬱藥，例如 mirtazapine 嘅副作用。第五係眼瞓。大部分抗抑鬱藥都有呢個副作用，當中 paroxetine 同 mirtazapine 就比較常見。第六係情緒變得平板，大部分血清素抑制劑，例如 sertraline 都會有呢個副作用。第七係性功能障礙，例如難以達到性高潮，呢個都係血清素抑制劑嘅常見副作用。第八係口乾，舊一代抗抑鬱藥，例如 clomipramine 就有呢個副作用。第九係出汗，當中以 sertraline 比較容易有呢個副作用。最後就係頭暈，唔少人開始食抗抑鬱藥嘅時候都會有呢個副作用。不過大家要記住，遇到任何副作用，都應該同醫生講清楚，唔好擅自停藥。最後記得讚好、訂閱、分享，下次見。